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在今日节目当中呢，咱要介绍的是观光旅游局哈，要讲的主题是梅岭的这个赏樱活动。这边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好，再回来正中间，好不好？再回来正中间。因应着南西梅岭赏樱季，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头一次来启动梅岭风景区的管制措施。4月12號，伫個鳳梨梅仔街召開記者會，甲大家講來看火金谷的時陣，應該要注意什麼代志？往年我们大概都有4、5千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潮，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哦，会来到我们的山上哦，我们的梅岭的五龙步道哦。那今年呢，我们特别做了一件事情哦，我们就希望能够把总量往下压。我们现在是每一批梯次，我们报名了500个人哦，那500就额满。那总共一个晚上2个梯次，那我们也只有在6日哦，6日也就是6个礼拜6日哦，假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总量的一个管制哦。那报名的时间呢，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如期来开始哦，4月13号。那会有2个时段，哪2个时段呢？就是下午的4点半跟晚上的6点，我们总共分2个梯次让大家上山。我们保护好萤火虫，也要保护好自己。就是说，我们自己该做的防疫措施，包括口罩，包括勤洗手，甚至包括拉开安全距离、社交距离，这点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如果到时候不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萤火虫健在，人却出了问题，那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一方面宣导健康赏萤，一方面也支持户外活动，但最重要的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能不做，也不能不做好。所以我相信今天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宣导，来做一个宣示，也来做一个市场。可以，这样就可以吗？对对。再来呢，把那个美酒呢倒满，大概米酒，对。爱玩，对，无够未通啦吼。来梅岭除了讲看火金谷、黄米铁也现场示范做美酒 DIY。美酒赞不赞？赞。另外，这个所在有油桐花在和游客做伴哦。来，1、2、3，比个耶来。耶！你们怎么会想来这边玩？来吃梅子鸡的。顺便看到这里有油桐花，对。那觉得这边的油桐花很漂亮。对。4月这个时间，梅岭拄好是迄个采梅季甲萤火虫季吼。近这几冬呢，迄个梅岭油桐花季等于是带动迄个梅岭的观光吼。足侪游客呢，趁这时阵来采梅吼，欣赏萤火虫吼，迄个来看油桐花。3、2、1，耶！哇，有个小小萤火虫飞到西，飞到东，这边亮，那边亮，好像许多小灯笼。哇，这首歌我会记我是细汉的时候在唱的啦哈。那么我会记我小时候我住在农村哈，那么在暗时的时阵，我们如果出来外面哈，尤其是夏天、春天、秋天这些时阵哈，有时候在树下乘凉，那么我们都会看到那个萤火虫啊，咱台语叫做火金菇，就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小朋友呢，对萤火虫哈，就是追逐这个萤火虫。有时候那你抓一只那个萤火虫哦，那么抓的那只萤火虫的时候，我的记得我们都是放在那个火柴盒啊，环那会那个卡卡来对，就在那里面哦，要把它养着了哈。但是这个好像时间慢慢增长哈，那你年纪也长大了那么时间慢慢的这个拉长之后，发现因为生态改变，
咱即马拢住伫这个都市丛林吼，拢是水泥造的这个房子啊吼。那么因为咱的生态应用吼改变，所以呢，这萤火虫慢慢的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哈。咱即马要看到萤火虫，好像有一点困难呐哈。尤其是咱即马大人哈，可能只能用回忆的，还是讲哈，即马小朋友，你讲伫咱的这个都市内底要看到萤火虫，真的是很困难哦哈。但是在几年前呐哈，咱市政府啊，搁有咱民间吼，可能嘛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来富裕哈，咱的萤火虫，这个灰金菇吼。那么即马咧富裕的这个当中嘛有一寡成果啦哈，尤其是咱哈梅岭这个所在哈，咱若到4月份的时阵哈，每一年到了4月份的时候，咱去遐拢会当看到哈，这萤火虫在那边飞来飞去，很漂亮哈。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即马这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啦哈，应用。有足侪人可能不太敢出去外面哈来这个活动哦，但是也是有人哈可能这个待在家里面哈很闷哈，嘛希望讲哈透过咱这个活动哈来到这个梅岭这个所在看一下咱过去。咱细汉看的这个萤火虫，还是讲带小朋友哈，让小朋友哈也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灰金菇哈，来一趟这个生态之旅啦哈。那么在今天这个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美女，这个美女。她也是一位局长哦，就是咱观光旅游局哈，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的这个局长郭正惠郭局长来跟咱做伙讲哈，这个梅岭的这个赏萤活动哈。那么咱就开始先邀请局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哈，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哈。我是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我姓郭，我叫郭金辉吼，主持人叫我阿辉啊。是，大家好。那么，咱讲到这萤火虫哦，我在想，咱局长可能嘛有跟我想想，因为小时候的回忆哈，应该也是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萤火虫，但是好像慢慢长大之后，这萤火虫从我们的眼前就消失了哈。但是咱最近这几当啊，当然哈，大家努力打拼哈，在富裕哈，我们又可以看到萤火虫哈。那么，底这个梅岭风景区这个所在，我们每一年市政府哈都会举办这个赏萤的活动啊哈。那么是不是？请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哈，大概介绍一下咱梅岭这个所在伊的这个赏萤活动的一个大概状况。甲各位乡亲咱朋友来报告吼，其实咱就像咱主持人讲的哦，咱台湾哦，较早吼，咱的环境阁真好势的时阵哦，迄时阵咱这火金菇四界拢看会到。我细汉嘛是拢会掠火金菇，我毋是放火柴盒吼，我是放的迄个武林馆啊，武林府馆啊内面乌空，掠较侪只，就会当做灯笼啊，会当做灯笼啊。细汉迄就是我的回忆哦。即摆哦，因为环境的改变。有那工业嘛有较发达吼，所以当然环境无共，火金菇嘛较无法度伫咧市区来看到。阮咧逐冬吼，就伫咧即个梅岭即个风景区吼，伊是伫咱的山边吼，咱台南市的山边，咱就来有安排即个就是梅岭的即个赏萤的即个活动啊。主要吼就是伫咧咱遮吼，因为咱梅岭迄个南西区吼，即个梅岭遮吼有一个重点啦，因为遐较早吼真侪人就拢咧种梅啊。梅子，因为咱这梅啊吼，伊需要吼一个较清气的环境，阮着在地一寡遮好朋友，咱遮农友吼，因着想讲阮唔通搁来用即个农药尽量着是用上天然的，在迄个种植的方式吼，互即个环境吼会当更较健康，会当互咱一个生态会当更较水哦，所以因为安尼大家努力吼，即几冬其实。咱的这萤火虫吼，慢慢搁转来较会当，小成讲咱即马吼，咱大家会当有即个好的环境，会当来看即个火金菇，是即个活动。就是讲吼，这火金菇啦，一寡生物啦，就是讲它跟我们的环境吼是息息相关啊，环境不好哦，它们没有办法生存啊，所以吼，咱他拄局长咧介绍这当中吼，都有讲到讲这梅岭吼，因为伊种梅啊，那么这个梅啊吼，咱无用农药吼，这个迫害然后因为无农药的这个迫害，咱的生态吼自然就比较健康所以呢，咱的这个火金菇自然而然的有法度生存下去，所以吼，咱看到这个火金菇是生态的一种吼健康的象征哦，那么就是讲。咱的这个梅啊，好，咱食入去巴肚内底，咱嘛知影讲哇，因为没有这个农药，所以吼，咱食落去的时候较安心啦哈。那么就是讲，
这梅林这风景区哈，每一当咱来到4月份、5月份的时候，咱市政府拢会举办这赏樱的活动。然后，当然今年哇比较特殊哈，大家都没有想到说一个这个疫情哈打乱咱所有的这个生活秩序啦哈，含咱的一寡哈节奏哈，生活这个节奏拢去有改变去啊。我还记得差不多就在我们录影前几天就是有迄个3月份的4月那种的清明节连假哈，那时候。好像有一些景点哦，都因为安呢，哇，这个中央讲叫咱唔通去耍吼，因为去到迄个所在可能有时候会影响到咱的健康啦吼，因为这个大家群聚嘛吼，惊讲吼这疫情会因为安尼来爆发啦吼但是吼，咱市政府家就是说，4月份、5月份本来也是有这个活动哈好像曾经也想要说，就停止这个活动，不要办了。那为什么咱还是个继续办哈？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就是准备来因应这个疫情？是甲大家乡亲朋友报告吼，其实阮要办这个活动吼，有那真心肝头是真挣扎啦吼，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啦吼，上上下下，我们要怎讲咧？就是讲，咱一方面嘛，烦恼讲嘛上侪人来，咱对生态嘛是一个影响，另外就是讲咱这个防疫其实即摆上重要就是做防疫啦。武汉肺炎这个时阵咱无啥物会比咱来防疫搁来较重视啦。所以市长伊嘛是和阮做出侪讨论，我和区公所搁有秘书长搁有阮观光旅游局我们跟足侪的局处阮拢有来参详这个代志。上后为虾米？决定要来办的原因，就是讲市长一直认为讲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要把它做一个有限度的管制啦。今仔日咱若拢放工大家拢得起来阮得讲好，阮无办啊，政府得揪手去啊。遮的嘛是真侪，咱遮的民众伊想要上山，想要来看火金菇，反倒转来安尼会伫地方造成啥物话？第一，伊的交通可能会有问题啦。因为大家伫厝恁久这个户外的一个伫咧室外的一个场所人就感觉讲我较无所谓啦，我想要去啦。咱嘛无法度讲歹势，你袂使来。咱无办问题，伊嘛是可能会去。所以为着讲唔卖即个环境比如讲塞车的问题啦，还是讲即个防疫的破口啦，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府，所以咱希望讲咱今年咱的每年的即个赏樱咱即个火金菇的即个活动阮第一道来试办即个迄个管制。来为了防疫来做这火金菇这个管制有一寡作为甲措施伫咧前几工嘛，真感谢市长黄伟哲市长伊亲身来甲咱的每领来做一个了解嘛，对咱全国的这个朋友，搁咱台南的一寡乡亲嘛来甲大家报告，咱到底安怎来做这个迄个赏樱看火金菇的这个防疫的一个管制措施。所以就是讲咱的这个活动每一档拢有啦民众嘛拢知啦你不告诉他也会来啦。所以那个既然他们要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以伫这个当中，咱市政府得来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这个防疫的措施，当然我们要保护民众民众家己嘛爱配合伊若不配合也是徒劳无功所以伫这个当中，局长可能嘛透过咱的这个节目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呼吁一下可能咱的民众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配合？我淡江嘛要借这个机会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感谢啦，因为今仔日台湾会当行啊降息咱的这个武汉肺炎会当伫国际顶悬，咱会当得到真好的名声，算讲咱抗疫成功防疫成功上重要唔定是政府会做这做的工课，对，上重要就是大家咱乡亲朋友愿意要来配合啦。其实讲实在话，你挂手一暗搁有伫咧室外去到底你得定定注意爱洗手去到底你得爱注意你这个体温你若体温超过37度阮就袂使互你去哩像这种等等这个做法其实我感觉是对咱的民众是加减拢有造成一寡无方便的所在啦。
是啊，因为一开始真的是大家还不太适应，还不太习惯。那是讲挂喙罨就好啊。咱台湾人挂喙罨、挂口罩，我们好像习以为常嘛啊，无什么会啊那个我们平常就在戴，但是你要看外国人，伊就感觉讲挂喙罨、挂口罩，那是你重症哦，你有病哦，你开始按挂喙罨。可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应用了，发现讲咱台湾人挂喙罨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别人嘛是一种尊重啦所以呢，今晚呢大家拢改变观念嘛我咧想伫外国伊慢慢去适应讲出门戴个口罩对因来讲不是什么所谓，看他想要给你贴标签，你这样有病哦那么他们现在也知道说，挂喙罨其实就是对家己一种自我防护啦所以因今晚蛮习惯了但是咱台湾比如说那防疫有时候就是有些不方便的，因为一开始防疫的时候，比如说量体温呐讲来个来，你得爱那距离1公尺啦开始说实在的，大家也是不太习惯了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麻烦但是这个麻烦都不是掉底的嘛，没人想要给大家造成麻烦这个麻烦嘛是为了要保护咱家己咱想要挂喙罨小想以前可能不习惯。挂喙罨，但是今嘛已经是很习惯了咱今嘛就是讲，大家爱遵守的一寡比如讲量体温还是讲要入去进前爱靠一寡的管制。那么一开始有一些人可能也是会觉得不习惯，但是嘛是慢慢的习惯了因为这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大家好啦那么在这当中就是讲咱梅岭其实梅岭在咱台湾的这个风景区内底嘛是著名的很多时候除了讲看那个。萤火虫以外，咱嘛有个其他的时间有人去，比如讲赏那个梅林的花嘛，食梅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会想要去啦那么在这当中就是讲咱头先咧讲的萤火虫咱知影萤火虫会经过就是暗时靠出来嘛有的人可能一透早就出去可能要看萤火虫爱到暗时或者是讲我今天来到这个所在看萤火虫了暗时已经暗可能有可能住在这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白天的时候，白天我们要做什么呢？白天无萤火虫看的时候，我们白天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什么东西行不行嘛？请咱那个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分享一下吧。咱伫咧梅岭梅岭其实真水啦，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色内面呢，咱有5条真有特色的这个步道中间上互大家知影的就是这舞龙步道因为伊上适合的是啥？上适合的就是大众跟亲子做伙上山做伙来做这个深呼吸森林步道深呼吸搁有一点真要紧的，就是因为咱是火金菇上济上看得到的一个所在啦所以咱暗时咱比如讲，你洗咱先去，咱会当来从啥？咱听梅仔真好食今年的梅仔我也特别去看今年的梅仔都一粒遮大粒足大粒。今年的梅仔特别大粒另外就是讲来你会当来先来咱的店头遮会当有做啥物梅酒啦DIY 啦，还是讲你会当买一罐梅仔醋啦梅精啦，还是咱的梅仔鸡。中昼食的巴豆粑粑，这姜黄鸡也可以来食的粑粑较来下晡开来做这个散步慢慢这步道5条步道会当行比如讲咱的迄个舞龙啦，咱的迄个林线步道啦，咱的这个梅龙啦、梅峰这种真有特色这个步道行了拄啊才着暗时阮今年较特殊的就是讲阮看这个火金菇阮会分流分批啦所以4点半到5点半就是一批就是2批6点到7点搁一批所以你若食散步一下，其实就连伊刷咧，就当接到4点半到5点半这批的这个赏这个火金菇会当来看火金菇的这个梯次啦所以是安尼今年阮嘛较特殊啦，因为有分批嘛阮报名就是有一个500名500人的这个上限所以你摆势你爱先伫咧网络顶悬你爱先去做一个报名网络先甲预约甲登记预约线上报名完你到现场
你较来甲阮参加即个阮报道啊，参加即个活动啊。当然哦，社交距离是拜托大家千千万万一定要维持的。像我今仔和阮主持人，咱嘛是1.5公尺以上的一个距离哦，这就是一个示范啊。户外的部分就是1公尺就会使，1公尺。是，所以吼，就是讲咱他拄啊局长讲的这个重点就是你要事先预约啦。你若无事先预约，你去到迄个所在，你袂当入，你一定就生气的。而且哦，这趁兴而去，败兴而归吼，迄是很难，蛮强势的啦。对，就是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哦。但是因为咱这个防疫的关系，所以这个这个要入去到咱的梅岭的时候吼，这个事先预约哈，这个是非常重要。好，啊，无真正到时你去到迄个所在，去用砸在门口，我想你一定就生气的。哦，我记得以前有些像山上啊，哈，因为登山不是来先去做登记嘛，哈。那么今嘛咱这个梅岭嘛是有这个情形啦，就是讲我们要事先预约，这个是要甲咱乡亲朋友吼特别提醒的啦，哈。较无你去啊，真正是够无彩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哦，我知影讲梅岭它在这个以这个所在以外，哈，就是说可能呢，我们还可以去附近走一走，哈，因为有的人出来是不是呢？他1天啊、2天哈，时间很长啊。如果说只有集中在这里，他可能会想要去看其他的这个所在，是不是嘛？请局长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周边哈，这些景点的介绍。是，啊，其实咱南西哦，今年哦。足特殊的，就是讲今年咱中央的一个对这个观光旅游的一个主题哦，就是叫做脊梁山脉年啦。啊，所以今年阮嘛做真侪吼，含山的一寡工课，比如讲龙崎的空山记啦吼，啊，搁有刷咧就是阮这梅岭吼，这周边有啥？因为伫咧南西区嘛，吼啊，所以咱就有悬空法寺啦，咱搁有这永兴吊桥，迄是咱台湾吼。上长的一个吊桥，而且它很特殊哦，它是浪漫的紫色哦。啊，搁有另外就是讲吼，伊边仔搁有玉井。你若讲吼啊，时间搁有啊，凉上，啊日头搁赤炎炎哦，你会当来食一下咱的酸鸭冰，吼，咱的玉井上有名的就是这个酸鸭冰哦。啊，搁有咱的大内，我们大内吼搁有啥？咱大内搁有这个南瀛天文馆哦。啊，搁有啥？啊，搁有咱的左镇。哦，这拢咱的山边，对，哦，左镇咱的化石园区哦，啊，这有咱是全台湾，有咱首创吼，就是校馆合一的一个所在，啊，所以真有特色的所在真侪，我有那真期待讲吼，咱来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啊，若无法度，咱能挂喙罨，啊，大家嘛是会当哦，小可出来透一下空气的。是讲疫情哦。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从农历年进前开始到今嘛，3-4个月哈，说实在的，很多人都闷坏了啊。可是呢，有时候想要出去走走哈，佮惊讲啊，出去又担心啦啊。但是就是讲，今仔日透过这部哈，咱请局长来哈，我们梅岭这个所在，咱的这个管制哈，还是讲咱的一寡哈这个措施哈，互民众哈会当安心啦啊，来到这个所在哈，咱。当然，佚佗是希望高兴嘛吼，但是嘛，希望说平平安安来啊健健康康回去哈，安尼大家吼，较袂讲来到这个所在等于哇，确定安怎，这都不是很好的这个现象。那么我怎样讲？局长好像有一个看板哈，这个看板是不是跟我们稍微市长吼，伫咧迄天的记者会有讲一句话，伊讲吼，莫互火金股美丽看无你啦。哦，所以咱有一关吼。这要拜托大家来配合呗，比如讲吼，咱的实名制的总量管制，吼，咱的总量管制的部分，来拜托大家哦。咱吼其实管制的部分，打伫咧哦，咱伫咧4月18号开始，啊，到5月3号这段时间内面呢，周休2日，哦，就是总6天尔，啊，阮会来控制讲吼，一批500个人，一批500个人，啊，这拜托大家爱来做伙来配合哦。啊，阮是线上报名呢，阮线上啦，额满的不再受理。好，一定要线上来报名哈！你若无线上报名，歹势你到现场，我嘛无法度互你入去吼，就真像咱主持人讲的哦，你随心而来，败兴而归哦。啊，这嘛要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啊，我拢一定。其实这个都是不得已才会这么做啦。是，就一寡无方便啦，嘛爱请大家谅解吼。那第二就是讲吼，咱的分时分流上山啦，咱分两梯次吼。第一梯次就是4点半到5点半这个梯次，那第二梯次的就是咱的6点加7点吼，啊，因为五龙步道相对比较平缓，暗哥吼，我嘛是建议啦，就是讲有那些暗头吼，日头落山吼，较暗头哦，所以伊嘛是一个山路吼，若是讲吼运会，还是讲孕妇，还是囡仔吼，上细汉，迄都唔通来，比较不安全啦。你无安全，咱嘛会烦恼讲吼，啊，你若来到遮行咱这个步道吼，搁暗时啊吼。
无法度互你摕手电筒，你拢爱用迄种红色的玻璃纸吼，较早的，因为你嘛会干扰着生态嘛吼。迄个火金菇嘛会惊着惊吓啊，所以无法度做光的，嘛爱拜托讲大家要注意这个代志吼。啊，另外就是讲吼，咱会来量耳温啦吼，咱这个量耳温这个代志真要紧，因为吼，咱武汉肺炎哦有一个指标就是讲哦，你若发作哦，就是一定拢会发烧啦。哦，所以这量耳温哦嘛是一个必选的方式啦吼。啊，另外就是咱喷酒精哦。就是咱现场哦，主要说咱有喷酒精，互你消毒以外，咱第二吼，佫有准备足侪水塔，咱有准备水塔，啊，互大家会当来洗手。哦，你若讲吼，我无想要喷酒精，不要紧，啊，你就会当来洗手吼，勤洗手。啊，这嘛是一个防疫的措施哦。那上后吼，来就是讲拜托大家爱挂手衣篮啦。有当时啊吼，咱咧行的吼，咱咧两边咧看这火金菇吼，咱有当时也袂记讲和人的距离落溜出来啦。就无形中忘了。是，咱就袂记哩啊。啊，所以喙炎吼，都爱拜托你这道吼较辛苦。虽然讲伫咧户外嘛，是爱你爱24小时拢爱甲挂的吼。咱咧看的时阵，啊上后就是爱拜托大家社交距离啦。阮最近常常讲吼，爱有多深，离得就多远。哦，你若离了有远吼，你的安全距离救出来吼，你就较袂有迄个困扰甲麻烦啦。啊，所以这几点拜托大家，吼，1、2、3、4、5。听起来足简单哦，做起来有当时嘛是一寡时间，啊，拜托大家来配合。是，因为吼，这个武汉肺炎的这疫情发生之后啦，吼，当然有一寡人去用隔离，也是讲吼，咱伫个媒体频繁看到中央咧，甲咱吼呼吁，就是讲卖去佚佗啦，吼，卖去国外旅游啦。可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吼，有些人还是一样去旅游，而且讲吼，呼吁大家要戴口罩啊！咱有看到迄媒体顶管啊，有人伫个捷运内底啊，他就是不戴哦，啊，咱拢会安呐。我们看了之后会真的哦，就气愤填膺哦。这个怎么这么不配合？怎么这么不配合？我们就会一直骂哦。但是以后我们要告底的时候，好像就会放松，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标准就会降低啊。就是讲我一下而已没有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哈。但是就是讲哈，这个提高警觉哈，对大家拢好啦哈，对你也好，对我也好。就像我们戴口罩是会想嘛，对家己是一种健康嘛，对别人是一种礼貌嘛哈，因为。人家看到没戴口罩，然后这个心里面就会毛毛的，就说你也不知有个到底安怎？对啊，所以哈，就是讲虽然是麻烦啦哈，但是毕竟哈，我们出去哈，有当时就是一种礼仪啦哈，毕竟讲哈一种礼貌啦哈，啊，所以口罩还是一样戴哦，啊，尤其是虽然是户外哈，比伫个室内较安全一些，但是哈。应该做的，我们还是自己要小心去做。其实有人吼做的，家己嘛做到足龟毛的啦，就是讲像迄洗手啦、酒精啊，当然迄是甲个人的迄个习惯有关系。啊，有的人就他个人哈比较大而化之啊，哈，大家讲比较没有关系啦，他无遐严重啦哈。但是去到外口的时候，就是讲大家的标准都要一样啊哈，大家标准拢相像啊，莫讲吼。你自己大拉拉的出来外面吼，就爱大拉拉的安尼吼，就是说人看了你人嘛是会烦恼会担心啦。会惊吓。对，那我要请问呢，我们局长的是讲这个梅岭啊哈，一般就是讲我们要去的时候，底下交通方面啊哈，如果说要开车啦，或是说要坐公车啦，或是说坐大众的这个运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搭这个公车，或是说它的交通工具？是。咱即摆是安这吼，就是讲吼，咱今年吼为着要即个降低群聚的活动吼，所以阮甲上开幕的活动吼，咱甲取消。啊，另外就是讲吼，咱即个接驳车咱嘛取消去啊。啊，所以真实咧吼，你若剩2个方法会当去哩。应该讲3个啦，啊，不过应该无人会讲要对山骹甲山顶啦，因为感觉迄可能要过6天吼。啊，第2项就是讲吼，你会当坐咱的公车啦，咱台湾市政府有公车，啊嘛拢他们都吼消毒的很彻底吼，啊，大家拢是喙暗啊，顶的拢做啊足彻底吼，所以大家嘛会当安心来坐吼。啊，第3就是你会当家己塞车去哩吼。啊，阮即马是有2个所在会当来互大家停车，吼啊人数，因为咱今年吼含过去无共，过去拢是一道吼。就会当3、4千人哦，3000至5000人哦。今年哦，2梯厝控制落来，差不多加起来1000人差不多哦。所以车哦是绝对有够停的，所以你嘛会当家己塞车去。今天感谢吼咱观光局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谢谢。